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。论人气的话呀，轩辕家老祖轩辕大盘的人气也不低，只因粉丝们给他起了一个炮甲的称号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轩辕大盘的实力有多强，又为何会被称为炮甲呢？徐凤年第二次游历江湖来到辉山时，当时的轩辕家老祖就是轩辕大盘。轩辕大盘是一位成名已久的大天象境强者，是当时轩辕家的最强者。轩辕家当时能在江湖中成为首屈一指的大世家，轩辕大盘功不可没，他就是家族的顶梁柱。年轻时期的轩辕大盘也算是个武学奇才了，天赋很出众。20岁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高手，在家族当中挑战当时的老祖，将老祖击败，成为家族第一高手。老祖败了后重伤不治而亡，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战绩了。在家族当中又磨练了10几年后，轩辕大盘走上了江湖，开始在江湖当中挑战各路高手，一上来就挑战当时4大宗师之一的枪仙王秀。当时的王秀正是巅峰时期，轩辕大盘和他交手并没有弱多少，虽然输给了王秀，但也只是败了一筹。从这里来看，轩辕大盘的实力最少是武平前5的存在呀。败给王秀后，轩辕大盘又磨砺了10年时间，实力更上一层楼后，他去到吴家剑种挑战当时的剑冠，逼迫当时剑冠使用出最强的飞剑术，轩辕大盘依旧是全身而退。离开吴家剑种后，轩辕大盘开始练剑。当时的江湖还是李淳罡的时代，作为500年难得一遇的剑仙大才，李淳罡就是剑道巅峰。练了剑的轩辕大盘认为自己的剑术不弱于李淳罡了，于是便去挑战当时意气风发的剑神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轩辕大盘是轩辕家的老祖宗，那么年轻时期的他有多强呢？轩辕大盘挑战完吴家剑种后，便开始练剑了。他在练剑上的天赋不错，很快就小有所成。练了10年的剑后，轩辕大盘再出江湖，挑战当时意气风发的剑神李淳罡。这一战没有任何悬念，当时的李淳罡就是战力天花板。败给李淳罡后，轩辕大盘对自己的剑术又没了信心，觉得自己靠剑道登顶江湖没戏了，于是便开始转去练刀。练了10年的刀后，又觉得自己的刀法天下无敌了，便再次准备下山，结果还是无名小辈的顾剑堂来到了辉山挑战他。当时的顾剑堂已经刀法大成，有了用刀第一人的气势了。这一战轩辕大盘又败了，败了后他的刀客梦又碎了。虽然屡屡遭受挫折，但轩辕大盘从不怕失败，练刀练剑都败了，那就转去练内力。练了10年的内力后，轩辕大盘又跑去龙虎山斩魔台去找齐玄真比试内力。齐玄真当时一心修道，找转世的红衣，根本不想搭理轩辕大盘，但轩辕大盘硬是磨了半年的时间，让不胜其烦的齐玄真答应了和他比试。又是没有悬念的一战，轩辕大盘输得干脆利落。这一次的失败可谓是痛入骨髓了，直接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江湖上的人开始嘲讽轩辕大盘为轩辕不胜，但是没人会怀疑轩辕大盘的实力，因为他挑战的都是最顶级的战力天花板，而不是像温不胜温华那样挑战的都是一般高手。比剑比的内力都输了后，此时的轩辕大盘已经70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不再年轻的他为了正长生，开始走双修之道，这也是他成为轩辕家毒瘤的原因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轩辕大盘是轩辕家的老祖宗，被粉丝们戏称为炮甲。那么他为何有这个称号呢？在练了刀剑内力都败了后，70岁的轩辕大盘开始修长生。为了正道长生啊，轩辕大盘走了双修之路。这条路在外人看来就是邪路子，多年的修炼让轩辕大盘在江湖上的名气越来越坏呀。徐凤年游历江湖时，听闻了不少关于轩辕大盘的小道消息。据说轩辕大盘只要1天不遇女，就会双眼爆红，一副走火入魔的样子。虽然夸大了，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如今轩辕大盘的名声有多臭。不过轩辕大盘本人并不在乎，只要能够正道长生，这些骂名都无所谓。之所以会一直坚持走双修之道，是因为这条路真的让轩辕大盘变年轻了。尝到甜头后，轩辕大盘开始在建州大肆抢美女，建州的各大家族又不敢得罪轩辕家，只能妥协。如果轩辕大盘只是抢夺江湖上的美女，倒也不会造成后来轩辕家的惨状。他错就错在连自己孙子的媳妇儿和女儿都不放过。轩辕敬城的妻子看不惯他窝囊，主动投入轩辕大盘的怀抱，充当他的炉鼎。轩辕敬城忍了20年，但当轩辕大盘将魔爪伸向轩辕清风的时候，轩辕敬城忍不了了，于是便有了大血瓶强入陆地神仙，请老祖赴死的名场面。一代炮甲轩辕大盘就这样被天雷炸得灰飞烟灭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